来到新竹湖口老街的一家餐厅，门口有个售票亭，难道用餐还得先买票？原来是荒废的戏院，改装成客家餐馆。它的鸡肉其实很嫩，没有很不好，没有像一般老的，尤其是土鸡。除了坚持传统，也兼顾健康概念。茶油炒饭是张玉珍最满意的创意客家料理之一。茶油是一个非常传统、非常客家、非常健康，甚至非常高档的一个油，哈。那以前我们小时候也不见得吃得起啦。甘甜清香的老萝卜干鸡汤，里头的老萝卜干是到每个农家慢慢挑选来的，而老饕必点的卤猪脚所用的猪只，按照传统方式养殖，目前只剩老人家们还愿意做这辛苦的差事。我们希望把这个好味道留下来，啊，我们也希望一些比较年轻的人能够继续饲养。店里的员工都是来自各地的客家人，大家齐心合力，将客家美食发扬光大。我是湖口人，我是新竹人，我是衡山人，我们都是客家人。人哋都係客家人，人哋都係客家人。特别喜爱古物的卢廷城有不少复古收藏，装潢陈设独树一格。我们也保留一些老的文物啊，包括门板啊，像我们有几个门板，包括我们竹北那古迹问礼堂的2扇门板。享受客家美食之余，也仿佛走进时光隧道。老戏院的墙面、售票亭、放映室，将尘封的记忆重新赋予新生命。上课喽！人哋都係客家人，人哋都係客家人，人哋都係客家人。